各位家人们平安。好，感谢神带领我们经历平安跟喜乐的一周，然后也再次带领我们回到他的殿中，一起来敬拜他。好，有请大家，我们一起从座位上起立，一起来敬拜这位又真又活的神。让我们一起来从头来唱，一起来拍手。在创世以前，天父他已经爱我，创造我，认识我，拣选我。独生子耶稣基督为我舍命，从此进入永恒爱的约定。在创世以前，神爱我们；在创世以前，天父他已经爱我，创造我，认识我，拣选我。在爱独生子耶稣基督为我舍命。从此进入永恒爱的约定。我宣告，我已得自由。基督福音是大能，要赐给我生命。我宣告，我已得自由。基督福音是大能，要赐给我生命，恩典已经来到，救赎真光照耀。我宣告，在基督里我自由，在基督里面你得自由了，阿们吗？天父他已经爱我，创造我，认识我，拣选我。在独生子耶稣基督为我舍命，从此进入永恒爱的约定。我宣告，我已得自由。基督福音是大能，要赐给我生命。我宣告，我已得自由。是大能，要赐给我能力，恩典已经来到，救赎真光照耀。我宣告，在基督里我自由。带着心情来唱。罪的过去，控告已过去，基督的宝血大有能力，罪的赦免，旧事已过都变成新，全新的生命，因耶稣的名。罪已过去，控告已过去，基督的宝血大有能力。我宣告，我已得自由。基督福音是大能，要赐给我生命。我宣告，我已得自由。基督福音是大能，要赐给我能力，恩典已经来到，救赎真光照耀。我宣告，在基督里
耀归给耶稣。哈利路亚！是的，耶稣，你配得我们一切的荣耀，一切的赞美，我们的敬拜都归荣耀给你。也谢谢耶稣，你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生命。谢谢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还有高深。在我们还不认识你之前，你就定义要用无条件的爱来爱我们到底。求圣灵在这场敬拜里面光照我们的心，使我们的心能够柔软，能够回到你的面前，回转向一切爱的源头，就是你，活出合你心意的生命。你创造了我的生命，为我重罪定十架，你的牺牲完全救赎我，使我生命美丽。主，让我们听见你的声音，听见你呼召的声音。主，我愿意，愿成为你的器皿，我愿降服，用我全人全心再见我在这里。世上所有金银珍宝和这世界所提供的美好，我愿放下，只为要跟随你，回应你荣耀呼召，直到那日天地废去，我的生命呼吸将要停息，跟随我主，何等荣耀欢喜，我献上自己，只为你我的名。主，请带领我的心，带领我的生命，印证你的赎回，使我们的生命能活出合你喜悦的生命。你创造了我的生命，为我从罪定十架，你的牺牲完全救赎我，使我生命美丽。听见你呼召的声音，愿成为你的器皿，我愿降服，用我全人全心再见我在这里。世上所有金银珍宝和这世界所提供的美好，我愿放下，只为要跟随你，回应你荣耀呼召，直到那日天地废去，我的生命呼吸将要停息，跟随我主，何等荣耀欢喜，我献上自己，只为你国你名。世上所有金银珍宝和这世界所提供的美好，
下，只为要跟随你，回应你荣耀呼召，直到那日天地废去，我的生命呼吸将要停息，跟随我主。世上所有形影珍宝和这世界所提供的美好，我愿放下，只为要跟随你，回应你荣耀呼召。我的生命呼吸将要停息，跟随我主，何等荣耀欢喜，我献上自己，只为你国你名，跟随我主，跟随我主。献上自己，只为你国你名。我跟随你从高山到低谷，我跟随你即使荆棘漫步。主啊，这是我们的祷告。纵然面对挑战，也有眼泪感到疲惫，我要挣脱缠累，永远不后悔。在你翅膀底下，我的保护，你话语是我生命的坚固。你应许不要动，只是之中永不落空。未来在你的手中，我不忘初衷。当你找到我，主啊，谢谢你。当你找到我们，我们的生命就对你充满意义。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能够对奔跑向你，对齐于你。当你找到我，在生命十字路口，你靠近我，你拥抱我，从此你不放手。过去的种种，全然交在你手中。你医治我，你恢复我，从此我不放手。夜再黑，心再疲惫，我仰望你至圣容颜，我已决定永不后退。你作为何等荣美，你调得在我心间，我愿一生紧紧跟随，主啊，我跟随，我跟随你从高山到低谷。
永不后退。谢谢你的作为在我们的生命里，你作为何等荣美，你大能在我心间，我愿一生紧紧跟随。夜再黑，夜再黑，心再疲惫，我仰望你自身容颜，我已决定永不后退。你作为何等荣美，你大能在我心间，我愿一生紧紧跟随。我跟随你从高山到低谷，我跟随你即使荆棘漫步，纵然面对挑战，也有眼泪感到疲惫，我要挣脱残累，永远不后悔。在你翅膀荫下，我的保护，你话语是我生命的坚固，你应许要动之时，至少永不落空。未来在你的手中，我不忘初衷。跟随你从高山到低谷，我跟随你即使荆棘漫步，纵然面对挑战，也有眼泪感到疲惫，我要挣脱残累，永远不后悔。在你的翅膀，在你翅膀荫下，我的保护，有你的话语，你话语是我生命的坚固，你应许不要动，至始至终永不落空。未来在你的手中，我不忘初衷。当你找到我，是的，主耶稣，谢谢你找到我们，让我们的生命知道这世上有一位创造世界的主，让我们知道有一位掌管天地宇宙万物的神，也让我们知道你就是我们生命的主宰，我们的一生都在你的手中。主啊，虽然我们还年轻，虽然有很多我们不明白，虽然我们还有很多的困难或是挑战或是疲惫，但是在耶稣基督，在你的殿宇一日胜过在世上的千日。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要成为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要成为新的。愿你的圣灵再一次进入我们每一位孩子的心中，让我们能够从腹中涌出活水江河，能够使我们生命心意更新而变化。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查验神你那善良、纯全、和可喜悦的旨意，让我们能够紧紧地抓住你，跟随你。愿上帝你的美好的旨意成就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生命里。同心在面前献上敬拜祷告，都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拍手把荣耀归给主耶稣。哈利路亚。弟兄姐妹请坐。好，今天我们要先来读一段的经文，是记载在新约的约翰福音15章21章的第15节到19节啊。好，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读这段的经文，请。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好，今天我们很高兴，能够邀请在从我们嘉南的青年牧区这个去读到去现在在就读台南神学院的神学生好，那他很高兴能够回来桃园，也能够来分享，从他当初在大有国中，然后进入到嘉南教会。然后又从嘉南教会的青年牧区当中开始参与长老教会总会中会的服事，然后又在内埜长老教会成为这个成为同工，然后后来被内埜长老教会推荐，现在正在就读台南神学院好，那他今天来到我们当中，从台南上来，等一下分享完要坐9点半的高铁赶回去台南因为明天还有主日的服事好，是我们的桃园之光郑佑强同学们拍手来欢迎小强、佑强。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哇，感谢主，让我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可以在这里分享我的故事。看到很多熟悉的面孔，对，我是非常的开心很兴奋，也非常的感动。其实我上礼拜就有先回来一次，因为我姐姐她刚好要结婚，所以我有机会可以回来桃园。那我上礼拜3的时候，我就先来教会，到原本49号那边，我就从1楼开始走楼梯上去，哇，真的很感动，一层一层，然后我发现那很特别，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跟别人记东西的那个方法不太一样，我是嗅觉派的我是用闻的，所以我这个走到那个主堂49号2楼的时候，我一进去我就把门打开，我想味道是一样的，然后到了3楼，以前3楼的有一间是祷告室，现在换成那个教室。那我那时候，因为我印象深刻的是，等一下我会讲到，就是我以前那时候我国中要考高中的时候，我要读那个补习班。那补习班刚好在附近的那个就是附近的补习班那每天都要过来市区。那我过来市区第一件事就是，我就先走到那个3楼祷告室里面去，我就拿着手机，那时候是可以播音乐的我就播那个诗歌，然后自己跪在那边唱，然后就祷告，这样祷告完之后再去补习。那时候是真的每天这样子，然后那天上礼拜我去的时候，我一样就打开那个，因为我看到装潢不一样了，我就把它打开门看一下，味道还是一样的，虽然装潢都变了，但是闻起来还是一样的，我就很神奇呢。好，我就慢慢的走下去，真的很感动。我就回想这多久了？现在这样好了，算下来，我国中嘛，国1可能有13岁，那现在差的18年，快20年了，好，会越来越长的这个时间。对，这是这一路的带领，而且更感动的就是这一路下来，上帝真的不断的在这当中跟着我们一起走这些不容易的路。今天的主题是我的神，你在哪里还是那里？好，这是一个很tricky 的一个 word， 就是它这个那里有时候我们会读哪里或是那里，但要表达的就是有时候我们在遇到生命当中很多事情，我们会问我的神你在哪里？上帝啊，你在哪里？不知道吧？有时候就想，到底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也同样的呼喊说：“伊洛伊洛伊，拉巴萨萨克达尼，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
但我的神，你到底在哪里？他也许就在那里，就在我们很多受伤的时刻，他会出现在那里。副标题有个小小的字哈，上主的爱超越理智的亲自显现。这今天也会讲到，就是上帝的爱往往都会超乎我们所求所想，他的爱总会在我们想不到的时候丰盛的给我们。等一下会慢慢讲。好，我先来分享一下信耶稣，我们通常都会看到嘛，就外面都会有时候还会贴标语哈，信耶稣得永生。但是以前很可爱，我记得以前也有听过一个故事，就是那个永生以前的字是那个可以被抠掉的嘛哈，所以呢信耶稣到最后那个永生那2个字哈被抠掉之后就会变信耶稣得水牛。对，那个你看到这个字会不一样哦，上面那个字跟你看就少了几笔画哈。这个信耶稣得水牛，我说要信耶稣得水牛，因为以前种田嘛，务农很多，所以大家信耶稣的时候，可以得水牛，好，就去教会这样子。这是一个可爱的笑话，这样。在教会里面，我们说信仰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成功神学，这可能会有一点不太一样。我们会觉得，信仰常常感觉第一代信徒都会有那个初信者 buff， 就是你刚信基督，刚受洗之后呢，感觉获得很多那祷告什么，哇，就成就了，上帝就给你这样，感觉就会有这个。但往往不一定是信仰，从来不是这样一帆风顺的。就像，因为我们有时候都会觉得，有时候祷告就要成就，祷告就一定会成就。那如果没有成就怎么办？有时候会担心，或者是我们有时候替别人祷告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担忧吧？就是我帮别人祷告，他的病要得医治啊，万一他没有医治怎么办？会很紧张，这样哇，是不是自己不够虔诚吗？是不是自己今天没有读圣经还是今天没有灵修哇？所以上帝不答应我的祷告但往往不是这样子的，是成就在于上帝。我们祷告，我们宣告，但是成就在上帝手中。所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们永远不会知道。我们只是把这件事情交托在神的手中。所以在我的生命经验里面，我发现信仰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成功神学，不是你一定要祷告什么，上帝一定就是成就了。不然，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等于你好像掌控了上帝了，反而不是上帝掌权在你的生命中，是你掌权上帝信仰是什么？信仰而是即使今天你的生命痛苦，却仍然相信上帝的慈爱的这样的一个实践的神学。我们有些那个词不是套上那个神学，好像就很厉害就是这个实践，一个是成功神学，一个是实践神学。这个实践神学到底是什么？而是当我们在教会，当我们在社区当中，当我们在职场上，当我们在学校里面，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当我们作为一个耶稣的跟随者，一个门徒的时候，当我们生命很痛苦的时候，仍然相信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而我们愿意行出来，行出他教导我们的那一些指教，就是要我们彼此相爱，要我们彼此和睦，要我们彼此关心带导，这些实践才是这个信仰真正要表达的，才是上帝作为在我们生命当中那个改变的很大的一个动力所以信仰不是成功神学，它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在我们生命当中痛苦却仍然相信上帝慈爱的实践神学。等一下，现在要讲的故事是我怎么样信主的故事。我应该很多人是看着我长大的，所以有些故事都是他们等一下他们都会可能会出现在我的故事当中，也不一定这样子。我是这里有大有国中的吗？我想问一下，以前有没有读过？这里是大有国中的？都没有，没有关系。这里有台上这一位，我以前是读大有国中。对，我是那当时
我们当时我们会那个教会哦，我记得是不知道是第1届还是第几届，就是去到大有国中教生命教育课。那时候我就是里面的学生。在这一段故事要讲这一段故事之前，要先拉回我更小的时候。我从小我们家都我是第1代基督徒，所以我们第1代就是我们家不是不是没有受洗，他们也不会来教会，好，他们就是在传统民间信仰。对，那对我而言，我对教会的印象就是。我小时候我们那个突然有2个穿西装的外国人就是西装笔挺帅帅的，然后来我们家敲敲按门铃按门铃，然后说那个要介绍福音。那我从我爸的那个眼神当中我就发现就是好像教会就是那种奇奇怪怪的然后会一直来骚扰你这样子的，所以我一开始对教会的印象不是很好这样。好，这是我初步的那个第1次的印象。那其实我从小我也在透过这一次如山哥邀请我的时候，我在整理我的过往生命经验的时候，我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我是一直不断的在寻找以及被找到的状态里面，就是我跟我家人的互动不是以前小时候不是很好。就是我在家里寻找不到那个爱的关系，那个爱的感受。我们往往会说爱有很多语言嘛，可能是碰触的，可能是语言赞美的爱，有不同种的爱的语言。那当时我小时候就是一直没有感受到这个爱，所以我不断的想要去寻找这个东西。所以我跟家里那时候有很多的冲突我的冲突展现的方式就是我会觉得自己不够好，我觉得我自己不断的被否定，就是家庭的冲突。哎呀，这是以前的我当时还有无名小站的时候。那当时我在家里的状况就是我很常被跟家人，就是家人会打我那个打有时候是出于可能我犯错活该被打，那有些打是我可能不太知道是什么原因。那我是到后来我才了解说，原来我当时的父母，当时爸爸妈妈他们在家里的那个压力其实是很大的，因为他们当时在面对不论是彼此的可能婚姻状况，或者是在面对经济状况，都有很多的挑战，然后又加上小孩他不乖就是所以他们会很容易情绪会比较爆炸。那以前也没有很多的那个教育的方法嘛一般父母要怎么教孩子，就是他们以前怎么教我们就怎么教小孩。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下，我可以知道他们以前也是这样慢慢的被打大的那我就是一个很敏感的孩子我是一个很脆弱的孩子，我很容易就受伤的。所以当时其实我对我爸妈其实非常失望，有没有到失望？就是我很难过。那我大概我记得很小的时候，我就一直在计划我要逃家，但这个逃家也不是这个逃家不是一去就不回来的那种的，或者那种方法，我还是有那个技巧的，就是我准备了很多纸条，然后那个纸条会有每一个都有线索，然后我要把它藏起来，像是那个密室逃脱这样。我希望我爸妈去找到一个那个线索之后呢，然后就会从那个纸条上面翻到他可能下一张纸在哪里，然后他们要再去找，然后最后他们可以知道我在哪里。所以这代表什么？我很希望我被找到我很希望引起我父母的注意，我希望他们可以看到我在家里，或者我看到我其实内心有很大的一个需要。那后来当然到了国小5年级、5、6年级那个时候，我遇到一个我们关系很好的一个朋友，我非常爱他。那我们就是会一起上课，一起放学。但是他当时
因为我在补习班有被霸凌的状况，那时候是真的很难过，因为被霸凌，但是我还是忍着压不讲，不跟任何人讲。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我跟其他人讲，第一个会把事情闹大，第二个是可能是没有人会帮助我，所以我这件事情我就不讲这样子。那这个男生呢，这个人就给我一个盼望，他就让我感受到就是哇，原来我的生命不是黑白的，人生是彩色的这样。他带我体验很多很好玩的，但当然那个方法就不一定了，可能是那时候他就带我去网咖啊，好带我去抽烟啊，好，但是我就过得很开心啊，我就觉得哇，我有个朋友真好这样子。那但这个问题是我觉得我被找到了，我觉得我被那个朋友找到了，但是我的内心其实还是很空洞，因为我还总是要回家嘛，哈，回家也总是会面对到我的家庭，哦，还有我姐姐，刚刚我其实有个姐姐哈，我也还是会面对到我们家的状况，所以那份缺乏还是存在，一直到小6毕业的那个暑假，哦，我终于迎来了人生第一次实践逃家的那个情况哦。但当然就没有准备纸条啦，就没有准备密室逃脱的秘密。我那时候准备逃家，我就是网络有认识网友，那时候还 MSN， 好，我就跟网友联络，然后说哦，他家在基隆的某个地方，好，那我去住他家，所以我就联络好之后呢，隔天我就准备行李啊。第一次逃家，你就觉得什么衣服啊、什么行李都要带着，不然会会睡到街上，会没有衣服穿啊，没有钱啊，那怎么办？所以呢，又只好要想办法偷钱。所以呢，我就想办法偷了我爸的提款卡，然后有背下来他的密码。所以我们隔天早上呢，我就提着那个很厚重的行李箱，这样子拖着。国小6年级，拖到那个便利商店，然后去领钱完之后，我就坐公车到火车站，好，再坐火车到基隆去，因为网友住基隆，再从基隆坐计程车到网友家。当时有无名小站，我都会在上面抒发一些情绪，就是抒发情感啊，然后也会创作，会打小说。当时就有一些文章在上面，那我就会那时候我去到他家之后，我也就是坐在电脑桌前，就是看当时的日记，然后我就看到留言突然多出来，就是发现我家人在找我这样子，我姐有在上面留言，她就说哦，爸爸在找你，我们都很担心你在哪里？那我就在下面回他说，你们找不到我，不要找我这样子。后来他就回说。他说：“爸爸说让你出去放假，放假1天，明天再来找我这样。”然后我想说，他又不知道我在哪里，我在哪里，我怎么可能来找到我这样子？好，我就不管了。到了隔天早上的时候，我跟网友睡同个房间嘛。那个网友他就跟我说，他本来跟我约好要带我去那个基隆庙口夜市哦，吃个好吃的。但他突然他说出去一下，他就把门打开，他就出去，然后我就做自己的事情。再过了一阵子，他进来，我想说就是要开门的声音这样子，然后我就看过去，是我姐，怎么是他？到底怎么找到的？我很好奇这样。后来我才知道，就当时他找到我之后，他就抱着我哭这样子。那当时对我来说，我并没有觉得就是很难过啊，或是什么，我当时只是还很错愕这样子。我后来才知道原因是什么，原因是我不是用 MSN 跟网友联络吗？那当时有一个记住账号密码的按钮，然后我出门前我有打开电脑，但是我打开电脑我就是忘记我要做什么事情，算了，我想算了，要赶快出门，很紧张就出门了。我后来才知道啊，因为我姐开电脑用那个登入这样子，所以看到我们的对话记录哈。所以啊，很特别，第一次的逃家就让我这样子被抓回去。我现在还印象很深刻的是，当我逃家结束，我
下到1楼去看到我妈的时候，他们在车子等我这样。我妈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看到一个妈妈，她这么的沧桑，这么的就是她明明是我印象中她就是漂漂亮亮的哈，很年轻的，但是她那天就是脸就是就是刚哭完的脸，然后整个眼睛是很肿，头发没有洗，然后很乱这样子。那当下看到就是哇，这个是谁这样子？我知道是我妈，但是她的状态不一样的。那我也没有说什么，他们也没有打我，也没有骂我，我就上车，然后我就默默的把那个吃完早餐，默默把偷的钱就还给我爸，讲对不起。但是那个时候，我想那个行动也造成了我们家很大的一个伤痕啊，因为我发现他们也完全没有问我为什么会逃家，跟家里的关系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他们都没有处理。所以那个东西有那个可以说是创伤吧，它一直都在，没有具备治好，然后就到国中。那国中就是迎来了什么样的状态？就是青春期来了，青春期来就会有叛逆嘛。那我的叛逆呢，也用不一样的方式展现。我的叛逆就是当时原本我刚刚有说我一个很爱的一个那个朋友，那我们到了国中之后呢，我真的不知道什么原因哦，到现在我还是不知道，他就突然完全不跟我讲话，然后也就是不愿意跟我有什么交流这样子，然后连见面打招呼都不会。哇！我当下想说，我做错了什么？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原本我们的关系是非常亲密，然后都会一起上课啊、放学啊。对于一个国中生，看来那样的感情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时刻。但是这样的突然消失，好像生命的重心也不见了。那个痛，其实对我来说是天翻地覆的。所以我当下我也是非常的难过，我也一样就每天的哭啊、痛苦啊。我觉得我尝尽了生命的苦头，然后人生的百态我都看透了。这样对于一个国中生来讲，确实是。那这样的，甚至我对我自己也是很否定的。我们那时候班上还开始流行会自残哈，那时候拿那个美工刀就割自己。那通过这样的自己的痛哦，会觉得我存在这样子，自我的认同。我觉得割自己表示我还在，我还活在这个世界上。好，那个心理的痛跟身体上的痛，我觉得是那个身体上的痛让我意识到我还活着。我透过这样的方式，所以在这样的方式下，在这样的一个历程下，当时国一我们开始上生命教育课。那生命教育课一开始我在做什么？我在睡觉，因为那是唯一一个不一定会有老师管的课程。当时是詹欣荣老师姐姐，老师我的老师，我当时就叫他老师。他带我们就是生命教育课程，一直这样就带着。虽然我不一定上课很认真，可是他写的都比我认真。我们当时因为我们课本嘛，都要写作业嘛，要交回去，老师要批改。老师批改的那个红色的字写的都比我们还多，我都觉得哇，这个老师不错，都比我们还要认真，我们都乱写。那一直到下学期我们班有另外一个人然后他是感情上有失和这样子，那我们两个就是成了那个都很难过的好朋友，共患难的朋友。我们就下定决心要一起逃家，要进行什么事情呢？因为我觉得我们生命到了尽头，我们人生尝过百态了，可以结束了，我们不用再活着这样子，所以我们就打算要一起离开这个世界，去到一个我们想去的地方，所以我们就去了。但是去之前，当时呢，生命教育课的老师詹欣荣老师他就告诉我们说，我们暑假7月要办夏令营。我们几个礼拜前不是也才刚办完夏令营？他说7月要办夏令营，邀请你们可以来当志工，来当队辅，来带国小生这样子。
我想好啊，那我就先报名，因为有第一次经验。我想第一次怎么样？第一次去完之后有被抓回来嘛？那这一次第二次去，搞不好还会被抓回来。那我至少先报一个活动，暑假才不会无聊这样子。所以我就填了报名表，就交出去。那所以我们就去啦，就出门啦。出门之后，我们就到了台中。台中是一个就是充满着治安需要特别关注的地方。我们也还有路过金钱豹，好，我们从一个屯区走到另外一个屯区，用走路的，非常远。那时候我们到那边之后，我们就大概傍晚我们就开始筹划，就是我们要怎么样结束自己的这一生。所以呢，我们就想了很多的方法。那后来选择一个好像比较好一点点的。就是用歌的这样子，用歌的，但那个歌就是我们觉得，不能随便找个东西歌。为什么？因为怕得破伤风，所以我们要拿新的。对，就是常常讲到这里，都会有人很好奇说：“不是都要死了，你要担心自己得破伤风？”我就是真的不知道呢，我不知道为什么哈，就小孩子吧哈，所以我们就还是拿新的这样买去全家买新的。那我们就一直到了，我们还迟迟不敢下手，我们还是聊天啊，聊到晚上深夜的时候，才开始准备要下手这样子。所以我们就我要帮他，一开始就是各自嘛，所以他就是要帮自己进行这样子。那他割的时候，他就割不太下去，所以他就说：“那不然你来帮我好了。”所以我就拿了美工刀，就开始帮他这样子。对，所以就帮他割，然后帮他割的时候，因为他也很用力，我也很用力，那当然没有成功啦，因为我们是那个方法也是不要在这里教哈，就是反正没有成功就对了。那轮到我啦，就他后来没有成功嘛，然后就轮到我。那我换我要做的时候呢，我可能真的比较胆小，或者是我前面用力太过用力，所以轮到我的时候，我第一次感觉到那种我连手抬起来的力量都没有的那个害怕。就是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经验，就是你手就是你连现在站着都没有办法，你只能瘫在地上，那你手光要举起来你都举不起来的那个无力，那个是我人生当中到现在我还是非常印象深刻的事情，是害怕到你连手要抬起来的力量都没有。所以我们就先在那边先休息，就一直到了半夜，我们就想说，好，那不然要怎么办？现在这样子，这个很尴尬的情况，那不然去投靠那个金钱豹啊，金钱豹在附近，我们投靠黑道嘛，就是我们当那个小弟，好，我们就开始走，然后走到半路上好累，我们就坐在那个十字路口的一个车子引擎盖上休息。后来发现那边就是有个摩托车，有一个人阿伯，他就骑着摩托车经过，奇怪停到我们面前，我们想说他要干嘛，然后他就从口袋拿东西出来，他就掏出来，然后翻开，哇，原来是警察，便衣警察。他就说你们这么晚在这里做什么？这样干什么？这样他就马上就呼叫那个附近的巡逻的刑警，他们就来，然后就把我们载走。所以这一次呢，就果然又被抓回来了。但这2次的经验，我想让对家里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伤害。刚才说的创伤，因为让我父母不知道怎么样跟这样的孩子怎么教他，怎么跟他相处。所以他们回去之后，他们也不知道该怎么跟我互动，也当作就是没有这件事情。对，那对我来说，那个自我否定跟那个生命的那个痛是很深的，也是很深的，因为我已经难过到想要离开这个世界了。一直到我那个暑假，就是还是有去夏令营，去夏令营开始。我就想，因为我们中午都会被陈牧师抓去小房间，没有，牧师当时会中午的午休时间，小朋友国小生他们去睡午觉，那我们其他的志工们，我们就会一起去到一间教室，然后当时那个牧师他会用教材跟我们就是传福音，可是当时我听的那个教材
就是非常的不开心。后来我也有讲哦，因为当时他们的教材有谈到，就是因为有个小朋友想要了解那个，就是想要知道那个神像里面，因为我们家拜拜嘛，想要知道神像里面有神，所以他就把那个神像埋在土里面，让他想说叫他自己出来。但后来出来的不是那个神像，出来的是一个那个种子发芽的那个植物这样子。那他就挖开来，发现那个根穿破神像然后他就很好奇这个神秘的力量是什么原来就是创造万物的上主这样。但对我来说，我就觉得哇，怎么可以这样子冒犯我们的宗教？因为我家里拜拜嘛，怎么可以冒犯？我就很生气。当时我就跟世倩跟我们是一组，那我就跟他分享，我就很生气这样。我后来才知道，原来他们为这件事祷告很久就是为我们这一群国中生祷告，就是因为我们可能对信仰还是有很多可能不理解，或者是他很想跟我们说这个信仰有多么的美好。那我们当时因为这些教材或是什么原因不知道，一直到我们礼拜就是整个礼拜结束，我们礼拜六晚上礼拜六下午有庆功宴，庆功宴晚上接着我们在隔壁7楼有那个一样的青年崇拜。那青年崇拜哇，去得不得了！我去了之后听到诗歌，慢歌是唱那个主因你大能与宝血，主因你大能与宝血洗净我破碎的生命。那我还记得当时陈牧师、博士牧师有讲到一个主题那时候就是上帝耶稣在乎我们生命中的细节，他连我们的头发有几根他都数算过，他连我们的生命发生的大小事他都知道。那当时我听到这个讯息之后，我跟唱那个诗歌后一直哭，因为你看我们过去发生了这么多事情，我从来不知道会有一个神，他这么的伟大的神，他是在乎我们生命当中的这个细节，而这一份爱才是我可能真的想要寻找的这份爱。所以那个寻找跟被找到的过程，就好像是我一直在寻找的这一份爱，原来就是上帝早就在我还发生这些事情之前，我可能还在爸妈肚子里的时候，他就已经预备好要在那一天带我来到教会，来让我唱诗歌，让我经验到他丰盛的爱，而是他早已命定好的事情。所以这份爱，它是超越我们理性可以去想到的事情，因为我们总会筹划我们的未来，我们总会规划我们的未来，但是上帝他总会引导我们的脚步，他总会在我们更意想不到的时刻，让我们去到他要我们去的地方。所以这份爱带给我很大很大的动力。开始我写纸条问我爸说，我可不可以用我做整个暑假的家事来换我每一个礼拜来到教会里面。然后我爸说，我爸隔天就贴在门口说 OK 这样子，然后我很开心。那我每周就开始每个礼拜都来，然后每个礼拜六来做什么？就哭，唱诗歌哭，唱诗歌哭。然后后来我知道他们敬拜团那时候大概2点多1点多就会开始练习，所以我就跟我爸妈说，我要那个时候就来然后他们就要送我来之后呢，我就开始坐在后面，就像今天我在前面，我也就坐在后面，然后我就是听他们练敬拜，我就跟着唱，真的跟着唱，很感动。每周这样子那时候到了要开学怎么办？开学因为我只做了整个暑假的家事嘛，可能开学就没有要延续这个契约要再延长契约所以我就写联络簿。这次我就说教会对我的帮助很大，多好。那希望爸爸可以让我继续来到教会这样子。然后因为我们联络簿都要写那个心情小语我们心情小语我下面还有画那个 yes or no 的那个方框，然后就给我爸这样，我爸签联络簿他的签我就给了他嘛，我就赶快跑回房间这样睡觉，这样隔天早上我就拿到，拿到之后呢就是什么，就是他就
yes 哈，哎，我超开心的，我说 yes 可以还的，而且这个是没有效期的哦，这个是没有这个期限哦，没有钱，就开始每周都可以来到教会了，哇，那时候真的很开心，很感动。这样的感动，你让我发现，我开始想要付出一切，我想要因为我发现我在教会，我可以尽情的、好好的，我有这个动能是大的，就我很想要帮助别人，我很想要跟别人一起做这些，就是像我们每个暑假都会带营队去带这些孩子，我很想这样做，所以一直到2011年。这是那个当年2009年夏令营哈，他们用的教材是这个品格体验营总会的教材。对，他那时候他们的主题是 Lipa Hak，Lipa Hak 是那个原住民话，就是喜乐的意思。那是那时候的教材哈。那之后我就开始我的这一趟旅程哈，我们开始去到各个不同的地方去，我们都有办夏令营，每一年都会办一个夏令营。那这个每一年办夏令营，就是让我们都会有营会手册。那我就开始有那个收集癖哈，就是每一年的营会手册，不止每一年的营会手册我会留着之外，我开始一开始从我们那个周报，每个礼拜不是都会有周报嘛，好。我就开始会收集周报，我就把它每一周拿过来，因为我们都会抄笔记在上面。大家有抄笔记吗？没有，我都会把它抄下来，我都会留下来，然后就越叠越多，越叠越多。好，到现在也还是都有留着哈，在家里我都叠一大叠，然后营会手册也都还是有留着。这帮助我很多。因为我现在要实习教会嘛，在教会要实习，我们要办夏令营，然后有长老问我他们那个营会手册，你有没有 idea？ 我就把我的所有的营会手册我都拿给他，我就说，这个给你参考，这样子，这真的很有帮助哈。所以每一年这样的奉献的我们的时间在事上面哈，让我的生命有不断的被调整跟改变。而且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但是大家还记得吗？我们刚刚说信仰不是一个一帆风顺的成功神学，所以我先讲，当年就是一直到后面这样的一个动力，让我在2011年的时候，我做见证有说我想当牧师，那。当时因为我觉得很酷，为什么我想当牧师呢？有几个就是我想像那个牧师一样，就是可以第一个懂这么多，然后再来是他可以透过讲道去影响一个人的生命。当时我还是国中生的时候，牧师透过那一场的讲道，上帝在这讲道当中亲自向我显现，他如何在生命当中这么的关心我的生命细节，所以我也想要有这样的，就很单纯，我也想要有这样的天赋吧，这样的一个才能，这样的能力。那牧师对我来说，我当时不知道柏芝牧师是台湾人，我一直以为他是外国人，因为对，我就觉得他很像那个我小时候心目中的那个牧师，或是小时候不懂嘛，不懂神父，什么是神父，什么是牧师，我就觉得神职人员就是要感觉是外国来的，对，所以那时候看到柏芝牧师，我都觉得他是外国人。那也是这样子，我们在那个柏芝牧师的有一次庆生的影片当中 ，YouTube 找得到。我就在里面就是说那个我想要当牧师哈，那这个决志让我放在心里面很久。那当时我因为考高中的时候，我想要考戏剧班，让我陷入了一个两难，因为我当时就觉得读戏剧就是未来要当演员嘛，当演艺人员啊，我就要走这条路。那当牧师。这感觉就是另外一条路啊！这两条路怎么会是一样的呢？我都觉得是两条路哎。那我当时其实跟很多人去询问，那因为就算你要当
当牧师好了，你未来你也是要等到可能那是大学读神学系啊，然后可能或者是你未来研究所的时候读神学院到硕的时候才可以去读。啊，你一个国三生，你要怎么马上就当牧师？哪有这么简单？所以我当时就放在心里面，对，但我就继续的努力读书嘛，因为我要考戏剧班。但是上帝没有忘记这个决志。我刚刚有说，信仰不是这样一帆风顺的成功神学，而是即使痛苦却仍然愿意相信上帝慈爱的实践神学。我到高中之后，我读戏剧，这个还没啦哈。我到高中的时候读戏剧，在台北，我住台北，当时也遇到被霸凌的事情，没有比较简单。我为什么还是会被霸凌？信耶稣不是一样？应该是很一帆风顺嘛？应该是我只要愿意做他人的帮助，我应该就会获得到很好的关系，很好的什么？没有我在学校还是被讨厌啊，被酸言酸语啊，被比较，因为我们戏剧班嘛，戏剧班最爱比较了。比如说，哎，你演的怎么样？好像是他的才能就比较好嘛，因为很靠大家的才艺嘛。有些是会国标舞的。我只会在那边就不知道在干嘛，这样，就是我也是被霸凌啊，我也没有比较好。我在台北，甚至我也因为一些身份认同的问题被我也自我会怀疑。我想，上帝，你爱我吗？我配不配得上帝的爱？开始会进入到一些神学的反思反省生命的议题。我觉得我有罪啊。这个罪是我也不止，我觉得我做了很多上帝不喜悦的事情，因为我也会别人讨厌我，我也会呛回去啊，我也会酸回去啊，我也会骗人啊，我也会说谎。我觉得我好罪恶，好肮脏哈。我也会跟网友约见面啊，我觉得我不配上帝的爱，我甚至连想要跟他祷告我都没有跟他祷告，我连呼求他我都没有，我都不敢像是那个约拿，我就都躲起来，我把自己遮起来，都不想让上帝看见。教会后来有发生我们有发生一些事情，因为一些议题的关系，我们当时产生了很多的讨论，很神奇。当时的讨论，每一次的讨论，我都刚好有事情不能来教会。我就在想，上帝，你是不是在保护我啊？因为我生命他知道我是一个玻璃心的孩子，对，所以我当时我就是都没有来，因为有事情哈。那一直到了我升大学，我大学是我当时我就没有想到那个我要当牧师这件事，我都好开开心心的读我的戏剧班。我要去大学，我也是只想的就是我要去读戏剧哈。好，我高中2年级的时候，我后来又再逃家一次。那当时其实很多人都知道，我那个时候我想应该是教会最震惊的时刻，因为大家就觉得我信耶稣嘛，我们就会一帆风顺，我们就会管。可是当时其实在我们的我相信在我们当中。都会知道我们信仰的过程当中，在这教会里面其实发生了非常多的事情。那也有些人离开我们，这个离开有些是那个就是回天家的离开，有些是不一样的离开。那这过程当中，我自己在这过程我也很难过，因为我觉得上帝不爱我，我不配得他的爱。这件事情我并没有跟他祷告，我也没有跟其他人讲。到了我要升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姐姐，教会姐姐佩姐，她就跟我说：“你要去台艺大读，我考上台艺大夜间部的那个学功课不用太好，我就上台艺大，然后台艺大有台北大专、长青团契，就也是长老教会的 PTL。”那当时他就说，那边有一个辅导叫周伟哥，周牧师，他是我们台艺大长青的辅导。
他就建议我可以过去。那我那时候就是知道，但我没有特别要去找他这件事情。一直到我们社团，我们开始大学有社团博览会，我们社团博览会就是有各个社团，长青团契是一个，所以当时我就看到他之后，因为他的关系，改变了我对牧师的一个形象，就是我以为的牧师可能就是像博士牧师这样子哈，但是他这是不一样的牧师给我的发现是，原来这个信仰它是可以更丰盛的，更多样的，就是不是信仰不是只有单纯在一个地方，然后它一定要是 ABC 这样子。好，而是信仰，它是可以很宽广，它是上帝的爱是宽广的，就好像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背景、不同的过去、不同的人生经验，在这样的人生经验里面，上帝都让我们可以一起聚集在这个地方。那这一份聚集，这一份爱，就是他让我们有机会能够来这里敬拜他。敬拜上帝的不会只有单纯的以色列人，他同样呼召外邦人，他同样在新约的时候也再一次因为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亲自的向我们众人显现之后，他赎回了我们，使我们能够有机会今天可以跟着各样的人一起来敬拜上帝。这份宽广的爱是我在台北大专里面发现，也让我知道说，即使我们可能在很多事情上面立场不同，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因为这样的信仰，在不同的地方，可能是同个地方，可能是不一样的位置敬拜他。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当年我升大学的时候，我们有2个门徒，我有参加2个门徒营，一个是台神举办的，然后一个是台北大专举办的门徒营。在那门徒营当中，有一点感动的地方是，上帝他又在敬拜当中跟我说话，是他要我不要忘记我当初的答应回应他的呼召。所以那时候我很大的感动是，我仍然想要仍然想要奉献我自己，想要回应他的爱，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做。所以我当时对我自己，我觉得我还没有预备好自己要来做这件事情，所以我又继续读我的戏剧。那我不晓得为什么其实当我去大学的时候，我带着这些创伤，我本来是想要离开这个信仰的，我本来是想要离开，但是是因为遇到那个台北大专的周牧师周伟哥让我想要继续的待在这个信仰当中，而且在这个被找到的过程，我们去到很多地方，去到不一样的地方办营会，而且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上帝在我大3的时候拣选我去，我们当时有一个台北大专联合团契要有主席，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被选上那个主席，然后因为我本来打算大3的时候我就就是要做很多事情结果我就是又被抓回来到那个位置，我被选上的当下我还在哭，我想说我压力已经很大了，我不要坐这个位置这样子，但是我还是把它做完了。那在这个痛苦的挣扎当中，我一直在想，上帝你为什么要拣选我做这些事情？我有什么我为什么我想放开你还不放开我？我想丢掉你的爱，你还不要丢掉。然后一直到我后来去到内坜教会的某一天的礼拜3的祷告会，牧师在分享的时候，他就说：你们知道为什么生命当中你会感受到上帝时时刻刻的爱你吗？好，我们大家都会想说因为
因为他时刻的关心我们啊，所以他当然爱我们哈。为什么会感受到？为什么我们会感受到他时刻的爱？是因为我们时刻的爱他，我们时刻的在关注他。所以当我们在关注的时候，生活当中发现很多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会说感谢主。感谢主，过个马路绿的，感谢主啊！需要停车位的时候看到停车位，感谢主有停车位。或者在这些很小很小的事情上面，我们都能够经验到上帝那个完全的爱。但在这样的痛苦当中，就是在我生命的很痛苦的当中，我一直想为什么上帝要拣选我做这些事情？我后来才发现，猛然想起来，原来是我在很久很久很久以前有曾经做一个祷告，就是当我站在我要去国中，我要去上课的时候的马路口，我看着天空，我向上帝祷告说：上帝，你不要离开我好不好？不论我做了什么样的决定，你不要离开我好不好？因为我知道我们人都很软弱，我也知道我自己很善变哈，所以我希望上帝千万不要放开我。所以我这样是什么意思？但于我人生当中后来经历了很多一切，我就想，为什么你总是要把我放在一些特别的位置？那是因为我自己已经在那之前，我就向上帝祷告说：上帝，你不要放开我。所以他一直以来都没有放开我，是我自己想要丢开他。他一直都没有放开我，他一直都紧紧抓着我的手。只是我有没有注意到，原来我正在被牵着走，而我想不想被他牵？当我后来在很多社会运动当中，我其实有参与很多不一样的社会运动的信仰的实践，发生了很多很受伤的事情。但我没有放弃，也因为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组长，他是颜辉，他跟我说过一件事情，他说我们可能会因为人在教会来教会，你们来教会是为什么？好，他当时问我们，我们来教会聚会啊，来吃喝玩乐，来唱歌，来教会敬拜神嘛，来教会遇见神。来教会不是遇见人的，因为遇见人会发生很可怕的事情，因为人会失望，我们会对人失望，因为人会让我们发生很多很伤痛的事情哈。所以我们来教会是遇见神，但因为这句话，也让我记到现在，是我在生命当中其实不断的遭遇到很多的挫折，生命当中在信仰的路程都遭遇了很多挫折。但是我知道上帝的爱，他永远不会改变。我们尽管有时候真的会问上帝为什么，因为苦难会牵扯到一个我们神学有时候很常会讨论的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大问哉，就是上帝为什么要让苦难存在？上帝不是公义的吗？他为什么要让苦难存在？这个问题很大，但我们总是。我自己曾经写一篇文章，我有要投稿，我虽然没有上但是我那篇文章就有讨论到这个问题：为什么生命当中要有这么多苦难？是因为这些苦难，如果我们不做出一些行动的话，它就只能是痛苦的。意思就是，当一个事情发生了，它的问题发生了，如果我们不在这个苦难当中做信仰的行动的话，他这个苦难永远都是很痛苦的。但是如果今天他这个苦难我们在里面做了一些信仰的行动的话，也许他会可以被彰显成上帝的荣耀。保罗说他总是夸耀自己的软弱，为了彰显上帝的荣耀，因为他就是在夸口自己软弱的过程当中，他知道上帝怎么样在这些地方施行他的公义，跟他的怜悯，跟他的慈爱，在我们生命当中，跟在这些很伤痛的事情上面。当有人可能真的离开这个世界上了，我们跟他身边的人，不能跟他身边的人说：他
这是上帝，虽然我们知道这是上帝掌权在这里面，但是我们不能跟他说就是上帝让这件事情发生，这样他可能会更难过。我们就是要在这些事情上面，什么信仰的实践，就是我们要陪伴着他走一小段路，陪伴着他经历那一个伤痛。我自己在这间教会遇过很多伤痛的事情，有很多人都陪我走过一小段路，也有一些人后来发现，他们当时的消失不是因为他们不想陪我走，而是他们不知道怎么办，他们不知道怎么陪伴我走那些情绪，度过那些情绪。所以在苦难当中，我们需要在这里面去实践信仰的行动。这些信仰的行动就是在这当中仍然一直学习怎么样彼此相爱，怎么样彼此饶恕，怎么样彼此愿意坦诚。但这真的不容易，这很难，因为有时候那个人你很讨厌但是你还要爱他，你可以接受他信仰的观念或是立场跟你不同，但是你要爱他，这很难。但是愿不愿意试试看？因为上帝同样把太阳照他也照我，同样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这是我们都要一生学习的功课。即便知道信仰的路永远不是平坦的康庄大道，但是仍然愿意向着前方持守这个信仰，付上这些代价，坚持走下去。即使被压迫也不放弃信仰，如同焚而不毁的荆棘，这就是长老教会的信仰。长老教会的信仰就是这个焚而不毁的荆棘。我们在生命当中就是有这么多痛苦的事情要被火焚烧，但是它不毁灭，因为上帝掌权。到后来上帝再一次提醒我，我其实曾经回应，所以我愿意选择全然的委身。所以我后来报考了神学院，即使在这当中仍然还有很多的痛苦，但是我相信他的爱仍然掌权。今天的经文是耶稣问西门彼得说，3次问他说：“你爱我吗？”在他复活之后，再一次显现在他们身边问的对话。他问了3次：“你爱我吗？”彼得在他的生命当中曾经发生过什么事？3次跟耶稣会想到什么？不认主。这3次每一次都挑动彼得的创伤，他那3次的不认主，他生命当中非常非常的痛。所以当耶稣问彼得全名，他直接叫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胜过这些吗？因为他们刚早上捕完鱼回来。他回答：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第一次回答：你喂我的小羊。第2次耶稣问他：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他回答：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牧养我的小羊。第3次，彼得因为耶稣一连3次问他：你爱我吗？就难过起来。这个难过起来，他觉得耶稣怀疑他，他觉得自己好像有很多挣扎，是他知道他自己确实曾经3次不认耶稣，但是因为他这3次在那之前他还说我要付上代价，要跟随你，结果3次不认主，所以这个对他来说，这是极大的羞愧啊！我们在信仰当中有太多太多羞愧的事情，你难过了起来。耶稣，因为他觉得他不配的，所以他对耶稣说：啊，你无所不知，你无所不知，你无所不知我之前过去做过的那些事情，但是你知道我仍然爱你，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再一次跟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他开始告诉他，他之前发生年轻的时候，他的人生是这样子，很自由自在的，但是他也开始预言他未来他会被钉十字架，会付上这样生命的代价。但是他在最后仍然呼召他：你跟从我吧，
而这你跟从我吧，就如同他人生当中第一次在加利利海边捕鱼，捕不到的时候，多失望，多难过。一个陌生人来告诉他，你要把网子往水深之处撒下去，丰盛，丰盛再丰盛，得人如鱼。他就跟从他的那一句，你跟从我吧。彼得越跟从他了，因为在使徒行传我们可以看见彼得他怎么样的将福音广传，他怎么样的将福音传给外邦人，他怎么样在生命当中不断的做见证，直到他最后仍然在罗马被钉十字架，如同耶稣一样付上生命的代价。所以好不好，我们这个时候能不能有这样的心志，我们可以付上愿意的为那一个我们可能放在心中搁置很久的伤痛，我们来为这一个伤痛来祷告。我们知道也许在信仰上我们会有很多很多的伤痛，但是我们仍然愿意的来付上代价来跟从他。我想邀请大家，这个时候我们一起闭上眼睛，我们去思考，现在在我们生命当中有哪一些伤痛跟苦难，我们没有办法放下。我们将这个伤痛来向上帝说，让我们一起开口来为这些事情来祷告。
我在生命十字路口。靠近我，你拥抱我，从此你不放手。过去的种种，全然交在你手中。你恢复我，从此你不放手。夜太黑，心在疲惫，我仰望你赤身容颜，我已决定永不后悔。你作为何等优美，你大能在我心间，我愿一生紧紧跟随。太黑，心在疲惫，我仰望你赤身容颜，我已决定永不后退。你作为何等优美，你大能在我心间，我愿一生紧紧跟随。从高山到低谷，我跟随你继续紧紧漫步。纵然面对挑战，也有眼泪感到疲惫。我要挣脱缠累，永远不后悔。在你翅膀底下，我的宝。生命的坚固，你允许不要动，只是始终永不落空。未来在你的手中，我不忘初衷。跟随你从高山到低谷，我跟随你只是紧紧漫步。面对挑战，也有眼泪感到疲惫。我要挣脱缠累，永远不后悔。在你翅膀底下，我的保护。你话语是我生命的坚固。你允许不要动，只是永不落空，未来在你的手中，我不忘初衷。跟随你从高山到低谷，我跟随你继续紧紧漫步。纵然面对挑战，也有眼泪感到疲惫。挣脱缠累，永远不后悔。在你翅膀底下，我的保护。你话语是我生命的坚固。你允许不要动，只是始终永不落空。未来在你的手中。当你找到我，是的，主，主你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主啊，你创造宇宙万物，主啊，你创造了天空星辰。当走出去的时候，我们看见天空是黑夜，但是我们有没有看到主你所创造的星辰？主你每一颗星，主你都数算过。主啊，每一颗星的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每一个人的每一天，每一个时刻，主你都与我们同在。
主，我们在生命当中最软弱、最痛苦、最软弱的时候，主啊，我们呼求我的神啊，你在哪里？但是我们知道，主，你就在那里。你只有在我们生命最软弱的那个地方，你只有在我们生命当中最痛苦的地方，主，你安慰我们，你抱我们。主啊，谢谢你找到我们，主，谢谢你找到我们。主，我们在生命当中有多少的苦难，主你是知道的。主，我们也相信你与我们一同承受这样的苦难。主，你与我们一同经历了这个苦难。主啊，我们要为着我们自己的生命来祷告。主，我们在生活当中，在家庭里面，在学校，在职场上，有很多很多的冲突，跟很多很多的不理解。主，我们知道你掌权在这里面，主，就求你亲自的使我们明白，主，我们可以怎么样在这里面去行出主你要教导我们的行动，主，我们怎么样在这当中去实践你的话语。主，我们也要为着教会来祷告。主啊，我们知道，主，这个教会不是属于人的，是属于你的。我们当来到一个地方的时候，主啊，我们可以为你的教会做什么？主，我们可以为你的羊群做什么？主，我们要为着教会、你的圣殿、你的羊群来祷告。主，这是你设立的，就求你亲自的来在这当中掌权，就求你亲自的在这个痛苦的不一样又有丰盛慈爱的地方来再一次经历你。主，因为我们是你的子民，我们是你的圣徒，我们在这当中也同时在很多的不一样的教会，我们有可能不认识彼此，但是我们却同样的同一个时刻来敬拜你，来赞美你，来同样的向你来认罪。主，愿你怜悯我们，因为我们有好多好多的不足。谢谢你为我们付上代价，我们感谢你仍然爱我们。谢谢你，我们再一次将我们所有自己、教会、社区、国家，这个主你所创造的世界，都再一次交在主你手中。主，你亲自的怜悯我们，施慈爱我们。我们感谢祷告，都是奉主耶稣你得胜的名求。Amen。我们也一起来预备我们的奉献，一起来回应神的恩。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一种感动回应神的恩典，更是一种行动为主圣工所用。我们预备。献上我生命，为你所有，我所有一切为你所赐。我有什么不能够给你？生命是你的，恩赐是你给你。好，请起立。献上我生命，为你所有，我能有什么不能给你？赏赐在于你，收取在于你，有我为你尊贵起你，成为你成为祝福。主啊，透过今天晚上的分享，让我们知道主你是爱我们的，
不管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遇到有任何困难，主你永远与我们同在。今天晚上，我们将时间、金钱、才能都献你所用。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让我们都敬拜赞美我们的神，因着我们的神，我们直接得到自由，开始我们过去的迷惘，从我们过去的经历当中，使我们得到自由。你想这首诗歌来敬拜赞美他，归荣耀给他。在创世以前，天父他已经爱我，创造我，认识我，拣选我，在派主圣子耶稣基督为我生命，从此进入永恒爱的约定。我宣告，我已得自由。基督福音是大能，要赐给我生命。我宣告，我已得自由。基督福音是大能，要赐给我生命。恩典已来到，救赎将光照耀。我宣告，在基督里我自由。我宣告，我已得自由。基督福音是大能，要赐给我生命。我宣告，我已得自由。基督福音是大能，要赐给我能力。恩典已经来到，救赎的光照耀。我宣告，在基督里我自由。我宣告你得自由了。我宣告，在基督里我自由。再一次我宣告，我宣告，在基督里我自由。拍手把荣耀归给耶稣，哈利路亚！大声拍手，把荣耀归给主耶稣，感谢赞美主。是的，天父上帝，我们赞美你。今天晚上再次聚集我们，让我们透过上帝你的话，上帝的仆人，让我们能够来领受神你的心意。也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众弟兄姐妹同在。让我们知道苦难在哪里，神你就在那里，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那再次拍手，把荣耀归给主耶稣。哈利路亚，请坐。好，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刚刚听了佑强的分享，我们也觉得神真的是无所不在的神。未出母腹，神就已经认识我们了。我们也今天非常高兴他来到我们当中跟我们分享。我们再次掌声，谢谢佑强。读书很辛苦了哈，以后牧会也会很辛苦。不过再怎么辛苦，都要常回来娘家看看啊。这边是你的老本家啊。OK。好，那接下来我做消息的报告。好，首先我们要欢迎我们有2位新朋友啊，刚好都坐在前面啊。第一位是黄淑美，来，我们掌声欢迎她啊。好，淑美她住在芦竹啊，那妈妈已经受洗了，那有个弟弟也在台北上班，那么她有点距离哈，她现在参加好土小组，对不对？啊，瑞泽哥的好土小组啊，欢迎你就常常的习惯我们这边的聚会。那第2位是夏楚刚，夏楚刚，楚刚在银行上班那他是我高中同学的儿子我所以他很小，他的生了我就认识他，还没生我就认识他了不过感谢主经过了这样将近20-30年了我觉得看他这样长大也很开心欢迎你来欢迎你来，好，请坐。我们那个张牧师是不是？张牧师，来，我们掌声欢迎一下OK。好，明天主理张玉明牧师了解，欢迎好，那接下来我跟各位报告下面的几件事情今天的报告很特殊这个待会不会我从头报告我们今天有4位会上来报告这我们未来的长老们好，那这个月是我们的宣教月的主日本主日是宣教主日，感谢北美灵粮堂神学院的
院长啊，就是张牧师啊，明天会来我们分享，会讲到。那请兄姐关心代祷，并且奉献。那谢谢张宇牧师的勉励，我是带心供了哈，事先讲哈，明天还会再次感谢。好，那今天当然是佑强啊，郑佑强神学生来到我们当中，我们也欢迎他以后常回来。下一页。好，我们领袖高峰会呢，那迦南的开放场是8月15号跟8月22号，都是礼拜六的早上9点半到下午4点半，在我们这个地方新堂来举行。那报名费用1700元，即在会友全勤可以退500元，请扫描周报的 QR code 就可以报名了。好，下一页。好，这件事情很重要啊，我们要补个签到表。就是财团法人第9届的董事会办理变更的过程里面，那么桃园市政府民政局要求我们要补送2022年的和会出席签到表。那敬请各位会友如果你在2022年当时有参加和会，那当时你有出席的话，也请您到1楼来配合做补签的动作这一周要做截止一定能够尽速完成的这个董事会的变更再一次的拜托大家。下一页。爱餐明天会暂停一次因为明天是长执会那小组爱餐都暂停。好，周三祷告会呢，7月9日礼拜三8点暂停一次。那本季若遇到第五个周三，那祷告会是暂停跟大家提醒一下。台语朗读比赛台语朗读比赛，那各位你觉得你的台语如何我是不知道不过呢报名已经结束了，你想报到等明年了那么我们会在报名参加的这个会友呢，请在下个主日8月2号12点半到12点40之间到401教室来报到。那预期视同放弃比赛，谢谢各位那在场的各位有报名的请举手。没有报名很好因为竞争人数就没那么多但是呢，12位比去年好像更多一点了但是呢我们会期待我们有啦啦队去现场给他们加油打气，好不好？您恭候弄爱搞我弄款为他们加油打气就台语是我们的母语台湾的这个传统的一个母语，我们应该要继续的来维护来。那社区医疗咨询是明天7月26号的10点半到11点半，1个小时，在教会1楼来举办社区医疗咨询。那服侍的同工，我们有尤佑一跟李应灿2位医师欢迎大家来邀请亲友来参加。好，救血救命活动，那我们就要交给陈信来帮我们第2位的报告。好，谢谢松辉长老。那我代表那个外展部门，然后要先来跟大家报告。我是陈信，大家晚安。然后我们的外展部门就是相信大家已经经过好几个礼拜都已经知道，就是7月是我们的宣教月，然后我们从7月的第2周开始，然后到8月的第1周，就都每一周都会有不同的人来跟我们分享他们的宣教故事，像上一周是救血救命，有那个 Kara 宣教士他来跟我们分享。那这周的话，谢谢佑强，跟明天有张玉明牧师要来跟我们分享。那张玉明牧师明天的分享会是他要跟我们分享他 Advent 台湾，就是一直以来在台湾所做的事工。那就是每一年都会有很多的ABC 们，或者是在我们看来可能就是外国人们会来到迦南，但是我们可能绝大多数人都不太知道 Advent 台湾在长期以来一直做事工是什么这样子。那刚好佑强今天回来，我刚刚也有跟他聊到，其实我们以前的短宣有1年是跟着 Advent 台湾的其中一个队伍到南部去一起短宣。那我觉得那次的短宣也对我就是印象很深刻，就是也有很多的挑战，然后也有很多的值得分享的事情。我相信张玉明牧师的分享一定会比我们更加精彩，这样，所以明天也可以华语礼拜、台语礼拜，张玉明牧师都会跟我们分享，然后欢迎大家可以来参加这样子。然后也谢谢佑强今天回来跟我们一起分享，然后因为佑强。我跟佑强一样大，就是我们是同年这样子，所以刚刚佑强所分享的很多张照片里面，可能都会有我这样，这样对。然后我觉得刚刚在佑强分享里面，我一直想起一句话，就是我以前参加台北大专的时候，我们有一句话叫做"我们聚是为了散"。
然后我就一直想到这句话，就是我们在江南教会相遇、相聚聚会，然后就是为了以后我们要为了神国的福音或者是我们的信仰，然后散去不同的地方，然后传福音这样子。好，谢谢佑强。好，然后上个礼拜 Kara 有来跟我们分享，虽然周六没有，但是周日也有。如果大家周六没有听到他的分享，我非常建议大家可以去我们的直播，重播可以看华语或台语，他都讲华语，所以不用担心哈，因为他不会讲台语，所以大家就挑一场来看，这样子他的分享非常精彩，大家可以看一下，然后也顺便可以了解救学救命这个组织他们实际上在做的工作是什么。那为了他来分享之后，我们也为了要响应这个宣教的这个活动，所以我们有跟救学救命一起活动，一起合作，然后我们要来募集我们的鞋子。大家有拿到周报吗？有，如果拿到周报的话，可以看第2页，周报第2页，就是上面有所有我们这一次募集救鞋这个物资的所有的规定。那大家可能会想说啊，就是物资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规定？但其实大家可以想想看，如果我们今天是要捐一个东西到已经很有需要的地方了，那我们一定是要为着他们舍身处地的着想，他们需要的到底是什么？他们实穿的，他们真的能够帮助到的是什么？我们要有这样子的意识，然后去捐赠物资，不要说我们的物资捐赠出去，反而最后变成一种浪费，或是最后变成一个需要再处理的垃圾，或者是一个造成别人困扰的事情。所以请大家务必一定要先阅读好我们的所有的规定，然后再把我们的物资送过来。我们的募集时间是从8月1号开始到8月31号，每周六日的，就是只有大概周六是2个小时，然后周日的话大概有3个小时左右，都是配合大家会来聚会的时间，所以请大家在规定的时间内拿过来，请大家在规定的时间内拿过来，因为我们教会不是所有就24小时一直都有人在那边接收大家的物资，所以请大家可以先阅读规定，然后以不要造成垃圾跟麻烦为主要目标，然后送过来。那在最后提醒大家一句，就是如果今天送过来的鞋子是有不符合规定，或者是我们判断是没有办法再重复使用的话，我们会请大家直接带回家。不能马上拿去后面的1楼垃圾桶丢掉哦，我们不能造成救学救命的困扰，同时也不能造成我们教会的清洁干事的困扰，好不好？所以你就带回家自己2-3双处理掉，我相信都很简单也很方便这样子。好，那再下来是第2个。好，虽然他写牧养部门，但这个跟外展部也有关系，就是上礼拜已经有报告过了，我们就是可以到下一页。8月1号有一个外展部跟青年牧区联合举办的木在兰里的秘密的福音活动。那这次的活动主要的参与者，我们会邀请所有的学生青年一起来参加，不论你是因为夏令营而来，是参加客服班而来，你是周日的家青，你是周六的小组都可以，就是只要你是在学学生青年都可以，或者是你原本就在这里聚会，你想要带你的朋友来参加也 OK。那原本是只有针对学生青年，但是因为我这几天瞧了一下位置，我们会想要邀请社青也可以一起来参加。但是社青们，请现在听我讲，你们先不要填报名表，请你直接来告诉我说我想要参加，我先统计一下人数，然后因为我要瞧一下车位，然后确认都没有问题，然后再帮我填报名表。学生青年的话，请你就直接帮我填报名表，这样我才知道你们是确认有要参加。这样，然后我们的报名截止日就是到明天，最好现在立刻马上拿出手机，星星下面的 QR code 马上给它扫起来，马上给它报名起来。我现在手上呢就握着大家的报名名单，你现在没有报名的，我会后会一个一个去找你，请大家小心就是我会问你们为什么没有参加，有没有意愿这样。好，因为为什么要截止呢？是因为我们还有要处理保险，要处理游览车，要处理餐食的问题，所以请大家一定要今天拜托那个去打扫之前就帮我报名起来，好不好？或是你知道你有朋友要参加，可是他还没报名的，今天马上给他一个圣灵的催逼，赶快报名起来这样子。好，然后40名我们就额满了，如果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找我，要缴报名费200块，要交家长同意书的都可以来找我。好，最后有人是想要报名，你要交家长同意书，可是你
不知道家长同意书在哪里的吗？好，我假设有，来找我好不好？我印给你，OK， 就这样。好，那我们接下来下一页，把时间交给玉婷。好，大家平安，我是玉婷。然后，我今天想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2026全国社青读经营的部分。然后我也是当中的同工之一。然后比较可惜的是，就是这次的活动时间，我们是10月8号礼拜4的晚上到10月10号礼拜6的中午，时间刚好跟青年同工的退休会撞齐了。但没有关系，还是可以邀请其他青年或者是线上的朋友，一样可以一起来参与。那我们地点在新竹圣经学院。那如果想要详细了解内容的话，帮我跳到下一页。对，然后我们这次研读的圣经是提摩太前后书，下一页。然后我们目前的还有早鸟价的优惠，还有团体价的优惠，你只要再找3个朋友，然后一起来就可以比早鸟价还要再更优惠。然后我们有邀请到台神的邱启荣牧师，然后为我们就是讲解这2章的圣经内容，然后还有一些工作坊的内容，在8月的时候我也会再跟大家再报告一次。对，好，以上，谢谢。好，谢谢以上2位同工报告，帮我补充。来下一页。好，我们台山区的蒙福小组的小组长陈玉欣执事的婆婆李秋玉琴老夫人于7月19日辞世，享其寿93岁，愿主安慰的灵与总同在。那么预计在下个礼拜1下午1点半，会在至善路的地方做一个他们就传统的告别式。下一页。好，那接下来呢，有关今天会后的新堂打扫分工那这时候我们要请林信来帮我们做分享，这是今天最后一位报告。来。好，大家平安。我是招待组林欣。那大家看到我应该就知道今天又要打扫了。好，那我们这一次有点不太一样的是，可以麻烦招待组的同工帮我发一下扑克牌吗？怡芳，你可以帮我发一下。好，不能去拿，不能去拿。好，就是。好，那我们现在请陈鑫帮我们发下那个扑克牌，然后你可以对应你的扑克牌上面的花色跟那个号码，看一下荧幕上你负责的工作是什么。好，然后有些同工他可能拿到的扑克牌上面的花色跟数字没有在荧幕上，那就代表就是假如像我现在拿到的是梅花4，但我没有在荧幕上，我就是要找到一个数字可以凑到10的那个，我会跟他搭档，我们2个就可以一起做那一份工作。像我现在拿到4的话，我可能等一下就是要找黑桃6，因为我们2个加起来是10，所以我们2个就是一起去插冷气的出风口。搭档的部分的话，就是看2位，可以他做一半，你做一半，也可以他做的时候你陪他聊天，都可以，反正你们2个就是一个 partner。那还有一个想讲的就是，假如你今天拿到分配到的工作，对你来讲可能有点困难，或是你不方便做的，那你也可以跟其他的同工或者是其他的旁边的朋友做交换，都可以。那工具的话，就是现在工具我等一下会拿出来，我们等一下到那个招待台那边领工具。然后我们现在8点38分，我们预计9点大家收工。那收工的时候再麻烦大家把所有的工具帮我一起，就是除了拖把以外，其他都再帮我一起，拖把跟吸尘器留在这边，其他都帮我带回49号的9楼房。这样子有问题吗？还是有人没有拿到扑克牌的？多一张，那后面没有拿到。有人没有拿到的吗？
那这张先，还有人没拿到吗？好，大家都有拿到，那我们就开始动作哦。大家可以起身开始，我们去拿工具，一起打扫新堂了。给你的任务是的。